今日嚟講下轉子發動機嘅優點同缺點，同埋點解停產被市場淘汰。先講優點，首先就係轉子引擎轉速可以拉得非常高，轉子唔需要克服傳統活塞嘅上下運動嗰種慣性，佢本身就可以轉得好快，而且轉子轉一圈，離心軸就可以轉3圈。咁轉速高可以帶嚟啲咩好處呢？首先係發動機嘅性能，主要係睇馬力同扭矩。簡單啲嚟講，扭矩就係要睇你有幾大力，而馬力就類似你施展力量嘅速度，例如詠春，所以轉子係唔需要太大嘅扭矩就可以輸出非常可觀嘅馬力，輕輕鬆鬆上1萬轉啊！優點2，結構簡單，尺寸細。轉子引擎嘅活動部件有離心軸、轉子冇噶啦，而傳統活塞發動機嘅運動部件有活塞、曲軸連桿、特隆軸、正時鏈條呢啲一大套嘅進排系統。而呢一套嘢轉子引擎係冇嘅，係唔需要嘅，而且少咗呢一大套裝置，使得轉子引擎嘅故障率低咗，重量亦都輕唔少，馬力重量比要嚟得非常高，成套發動機一個成人手嚟力量大少少都可以攞得起身。第三就係舊情懷啊，但係相信大家都知道最後一代嘅轉子引擎馬自達 RX8 已經停產啦，因為轉子引擎嘅缺點真係招招致命。第一就係因為結構嘅問題，導致壓縮比低，混合氣壓縮得唔夠，導致燃燒唔充分，造成油耗高、排放高等。就憑呢2點，放喺而家嘅油價暴漲、廢氣排放標準高，就已經被市場淘汰啦。1.3個排量油耗同美式嘅大 V8 差唔多。第二，密封性唔好，雖然馬自達通過 Apex Shield 改良咗，但係因為轉子發動機嘅進氣壓縮係固定喺發動機嘅上部分，而引爆排氣係固定喺下邊，導致上下嘅溫度差比較大，時間一長，熱膨脹唔均勻，自然就會導致密封性唔好。為咗削弱呢個缺點，馬自達喺缸壁開咗個好細嘅窿，專門就係攞嚟向缸內噴射機油嚟達到潤滑、冷卻同密封嘅。但係就會引起第3個缺點，就係燒機油嚴重啦。唔係因為保養不當導致嘅燒機油，而係轉子引擎嘅設置就係要燒機油嘅，所以車上要長年備住一罐機油啊。而燒機油又會引翻起第1個缺點，造成惡性循環。所以你覺得轉子發動機可唔可以解決呢3大缺點，從而回歸大眾視線呢？評論區留言喎。